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是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改造党务组织的第一项，就是甲黄复兴党部的这个铁票部队降编整并，这等于是大大来减弱着因的权力，所以引发着党内的争议。到黄复兴党部出身的议员讲，接落来爱面临的恐惊是党员的流失。啊，外界嘛讲，甚至会影响到朱立伦连任后一届的党主席。啊，朱立伦是来回应讲，这个改革的过程一定会拄到阻力，但是伊绝对袂来退休。处理掉黄复兴党部了后，党主席朱立伦头一站就到军械大票村金门。黄复兴的系统被人袭击化，这恐惊有后遗症。希望把黄复兴这些所有的干部能够发挥他最大的战力，结合地方，然后来服务地方。那我们同时也表示，名称没有改变，精神不变，不过权力差真济。国民党内上届坚定的铁票部队，因为选举动员做势，徛出来压大旗的，拢是因。大家都炸锅了，很多人说以后没有黄复兴，我就是自由人了。也就是说，宣告跟国民党说再见，他从此不会再是国民党的党员。过去的向心力跟战斗力，以后都不会再存在了。黄复兴的人数占国民党员2成以上，影响力有偌济？伫党主席选举时上看会出来。顶一届张亚中，因为黄复兴小天气势十足，虽然朱立伦选过总统，犹原陷入苦战，最后依照议会系统加上反党的势力，选票的转移弃港补助，才互朱立伦顺利选调党主席。因为即马改革了后，党的组织改变，后一届想要拼连任，恐惊无遐简单啊！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碰到一些阻力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退缩。黄复兴组织的力量可能变成敌派系，这嘛好党中央招兵买马，是要执行军令受影响。我不认为，这样子的一个组织上的调整会造成这个选票的游移。当然，这过程当中，我们还是必须跟很多我们基层的支持者，还有跟我们很多的朋友做一个说明啊。机器小可修理一个较老较贵的零件，同款拢会当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